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咱人活这世间上爱食两种食物，一种是肉体存活的食物，另外一种是灵魂生命的食物。肉体的食物若是供应无够呢，人肉体的生命就袂当生存落来。同款呢，人还有一个灵魂的生命，灵魂生命若是无活命的食物、活命的粮食来供应的时阵呢，那咱内头的灵魂生命就会夭折，会感觉足虚空的。但是咱若有圣经真神的话呢，讲做咱活命的食物，咱的生命就会充满了对真神来迄个真正的丰盛。今日节目呢，伫活命的食物这单元内底呢，喜神呢要甲咱亲爱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探讨分享的主题是真捌真神，啊，互咱有机会根据着圣经真神的话呢，来谈论着关于真神的代志。因为圣经约笔记22章21节内面讲，你爱认捌真神，就得到平安，福气也得甲临到你。所以今日喜神呢，要谈真神的本质的第3部分。喜神现在特别奉主耶稣基督性命，根据这主题，也根据圣经，希望咱大家拢会当用一个安静、理智的心、谦卑的心，咱做伙来思想，做伙来探讨、分享这个福音的题目。愿真神的圣灵呢，亲自带领咱来明白圣经真神的话，以一切真理，互咱会当来认捌，来找到造化天地万物，甲咱人类的真神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圣灵。这一位祝福，互咱人类的根源、万物的主宰、天顶独一的真神主耶稣，咱来享受伊所赐的平安甲福气啦。亲爱朋友，世间人所盼望的是明仔载会更较好，所追求的就是平安甲幸福。圣经约笔记咱拄仔讲的就是这个22章21节咧讲，你认捌真神你会得到平安，福气也得甲要临到你。所以咱认捌真神，要享受平安甲福气，就是按咱来了解到真神的本质。咱顶2集呢，咱已经谈论过这个真神的本质有5种的本质。第一就是真神伊是看袂到的灵，伊毋是摸会到、看会到这种偶像。第二，真神的本质就是无所不能的，所以人类生死祸福拢伫伊的手中，敌人袂当。在伊呢是凡事拢会使。伫这个第3项的这个真神的本质，讲伊是无所不知的神。人类的言语啦，咱咧讲咱所行的行为啦，心思意念，咱暗中所行一切，伊拢知影。第4项咱讲到这个真神的本质，伊是无所不在的神，因为伊的灵，伊是灵，所以伊的灵充满着伊宇宙万有。人伫伊的面头前，无度讲去甲迷起来，无度来躲避着伊的审判。这个真神的本质伫第5项内底，咱也咧分享着讲，真神是自有拥有的。伊本来就是家己有诶，家己存在，毋是被创造出来。伊是一切的开始，是永远存在，伊是未改变的真神。今日咱来谈论着这个真神的本质第6项，就是讲真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甲主宰者。真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首先咱来谈讲受造物件绝对毋是真神。这圣经内面保罗捌伫这罗马书第1章第23节、25节内面安尼讲将迄个未当朽坏的神的荣耀变成做偶像，敢若亲像得较朽坏的人啦、飞禽啦、走兽、昆虫的样式。因将真神的变成做虚妄，去敬拜侍奉迄个受造的物件，无敬奉迄个造物的主。可见咱人类所拜的这个神的有2种，一种是受造的物件，是神甲人所造的物件，或者是人，伊并不是真神。另外一种是造物的主，也就是天顶独一的真神，万物的根源，伊创造了一切。伫咱今日咱这个民间信仰内底咱可以归纳出一般人所拜这神明伊性质、伊本质大概分出几个类别
第一项就讲，因所敬拜呢是这个植物，敬拜植物。有人掠做讲哦，发咧真特别的树啊，就用红布给拔起来，给砍起来，像这树啊，就摸摸树公。有人看见这个山内底有数百年、千年的这个足大丛的这个树木，就称伊叫做神木，并且呢，给敬拜，掠做这个树当中有神。总是呢，这是真神所创造的树木，是活咧较久尔啦或者有一天伊嘛会老爱死去啊，还是讲去互雷甲拍着火灾，嘛有意外会小去会死亡。因并不是讲永远未改变的真神。第二，一般拢拜这个动物啦，像讲马来西亚这边城有这抓庙啦，有真济游客就去这庙去烧香拜抓。咱印度人拜牛，牛的毁坏产地农作物，因也毋敢讲去甲赶，甚至呢还有这个牛群动火车发生大车祸。咱中国人有拜牛爷啦、马爷啦、虎爷啦，其实这动物呢，拢是真神创造的动物，并不是真神。另外一方面呢，有人敬拜这个矿物有人掠做讲这个奇奇怪怪的这石头都当作神明甲拜啦，所以有人称这石头讲做石头公庙，内面供奉的这石头随像呢，伊只不过是真神所做的这个中间一粒石头尔真神呢，可以特别的形状，还是讲大细粒还是较特别的色彩尔，但是迄毋是神一般嘛有人敬拜天顶的星体、星体星啦，有真侪人敬拜神所创造的太阳，称之为做太阳神，尤其是这个日耳曼民族因称这个太阳做不可侵犯的太阳神。咱中国人有拜月娘称作这个月娘娘，有人将这个拍雷称作雷公，将闪电当作闪电宝，嘛有人敬拜天顶的北斗星，可见呢有真侪人敬拜这天顶的星体、星体，但是因只不过是真神所做宇宙当中的这个星河、云河内底呢，的小小的星体而已伊不是神啊。嘛人敬拜古早时代这伟人，在咱汉人的民间信仰内底，上普遍的就是敬拜过历史或者是传说当中伟人、义人，像讲孔夫子啦、黄帝啦、周公啦、包公啦、妈祖王爷、岳飞、文天祥、屈原等等呢，那算袂完的这等等的人物。因当然对当时时的社会国家拢有足杰出的这个贡献，以后的人甲纪念伊的这个家言一行，因的这个正义甲爱心，因的丰功伟业，因为安尼也煞甲因侍奉甲敬拜。但咱斟酌思考一下，因只不过是平常的人类尔，伫因还未出世以前，还未成功以前，并无因做神。当然呢，一个平凡的人。有杰出的人的表现，当然是互人感觉足敬佩啦，也是带你来甲伊思念、带你效法的。但是因依然是真神所造的人类，有生日嘛有死的日子因并不是家己永远有的真神。搁再讲伫这世界上所拜的这伟人当中，有一寡是民间传说当中的人物，或者是事业。伫这个历史册当中并无记载不可靠或者有一寡事业，带你人去甲警戒，叫做警戒世间人的这个作用，这互人会当警醒向善，但却袂当因为安尼，因却真做独一无二、至大至圣的真神毋是第六项就讲人拢会敬拜这个历代祖先，咱这个汉人崇拜这个孝道啦，重视这饮水思源的道理，原来将这个祖先来尊重因真做神，而且呢甲伊侍奉敬拜，无毋对啦。百善孝为先，这是汉人的股份，孝顺是一切德行的基础啦。古早
或者古代些圣人赞主呢，捌讲大孝尊亲，基础不足，以下领用那是教导子女呢会当尽孝道。上条就是尊敬父母，基础呢是做到父母无受羞辱，反倒得来，因为子女有好表现，来得到荣耀。孝道至少呢，会当弘扬着年老这父母，会当互因安心来度日。圣经当中10条诫命内面，对人的第一条诫命就是当孝敬父母。箴言第23章20节、25节这内面嘛咧讲你爱听从生你的父亲，你的母亲老你也毋通来藐视伊轻看伊你爱互你的父母欢喜，互生你的快乐。伫这个19章的26节，又讲虐待父亲赶出母亲的这是见笑低甲羞辱之主啦。箴言第1章的第8節，嘛講我囝，你愛聽從父親的訓誨，毋通離棄你母親的法則。第30章的17節內面咧講，喜笑父親，藐視無聽從母親的，伊目睭得甲互山谷當中的烏鴉甲毒出來，互這個嬰仔囝甲食伊目睭啦。意思講無孝敬父母的人，真正足慘的。第20章的20節又講，咒罵父母的呢，伊的燈的確要變成做烏烏的烏暗。所以對聖經當中寶貴教訓內底，咱就當知影，孝敬父母呢，當佇因還佫活着時來尊敬，像聽從父母的教示啦，尊敬父母的偉大啦，互父母歡喜快樂啦，無虐待，無辱罵侮辱，父母無輕視伊，咒罵父母，而且會當弘揚父母到老。既然這種種呢，攏是上實際、上價值的孝道啦，感謝呢。生前一粒豆，看影死後咧孝低頭。所以聖經裡面講，真神特別應許佇以弗所書第6章第2節、第3節裡面講着講，孝敬父母，互你得福氣，佇世間長歲壽，這是第一條大應許誡命。因為天頂的真神要賜落大福氣，互行孝道的人，要加添因的壽命。孝敬着長輩祖先，絕對是合情合理，這無毋對。但是前輩祖先甲咱是同款是人因嘛是有生命會開始冒生命落尾所以佇這個心中對阮的股份當中那是愛咱佇父母活着時會當善盡孝道，來報答親恩。佇父母離開世間了後，愛心中辦理着這個喪葬事宜啦，來盡着人子呢子女的這個本分。父母若是後來離開世間，咱記取着伊一寡遺訓，紀念伊一寡美德，尊敬效法。第一呢，光宗耀祖的意思，這不一定講愛用拜拜方法嘛，去效法着這個漢朝的不孝子丁蘭雕刻着迄個插頭，膜拜着迄個跳落水的迄個父母的方式啦。因為歷代祖先是啥物人，咱無詳細的家譜，根本無清無楚。因嘛袂講等來接受咱的敬奉那呢又何必要將祖先來當作神來敬拜呢？所以過來咱就來談講這個創造宇宙萬物造主，伊才是本源。有真一人所以離棄偶像來歸向真神，就是因為明白了真神的本質，知影神絕對毋是受造的物件。真神應該是萬物的根源，也就講造物之主啦。咱教會有一位長老，伊是以父母子女呢全家三代做來受洗歸主的，伊領悟到這個真神的本質，所以佇這個1950年10月，佇這個台北市還佫無房產公務員這偌神聖呢，伊安尼一直咧搬厝。伊講7年內底呢搬這個所在，
当这时，伊搬到这个台北大桥附近的中庆北路3段，伊向人租了这个巷口的一个楼仔厝啊，住伫遐。啊，这个罗家呢，已经有5个囡仔，啊，大汉的10岁，第2个8岁，小二小妹拢够细汉，搁定定伫遐咧哭安尼吼。所以这时阵啊，厝边的苦老太太啊，秋水姐啊吼，一种爱心，啊，定定来厝内面吼，甲因做伙开讲。啊，足听这罗家这囡仔，有一天罗家这阿嬷吼，才按照民间的习惯，啊，伫咧拜拜。秋水姐嘛看到吼，啊，就甲问这个罗家的这个阿嬷讲啊，你是咧拜啥物？阿嬷就讲啊，讲我咧拜观音佛祖啦。这张观音像吼，足水的啦。哦，这是我去市场买，因为定定搬厝，哦，所以用微商来供奉比较方便。秋水姐嘛就讲请问。啊，这是啥物人话？罗家阿嬷讲我唔知影啦。秋水姐嘛会个问啦，这个画这个观音像的人是比较伟大的，还是讲互人画啊？这个图像较高？罗家这阿嬷吼，所以去用问一个所在硬伊啊，唔知影要哪回答。因为若是讲画观音像比较伟大，那呢为什么伊无去拜迄个画图的人呢？反倒来要拜这个观音像呢？假使讲观音像伟大，那呢？为什么爱有人去画伊呢？吼，伊家己应该有这个图出来啊。这个罗家这个阿嬷吼，伊安尼只会当反倒倒来问这个秋水姐嘛，讲那呢？我请问一下，你又搁拜倒一位神？这个秋水姐嘛，就甲伊讲，阮所拜吼是造天、造地、造海、造万物，天顶独一的真神。伊是做咱人类世人生命真神，伊掌管着人的生死祸福，这位真神哦，足伟大啦！会当造化万物甲人类，伊是啥物人？伫倒位会当拜着伊呢？伊就是天顶独一的真神耶稣基督。伊起初创造天地万物，伊出太阳、吹风落雨，互咱有食、有穿的、有用的。这个罗家的阿嬷吼，讲这位真神吼，要去倒位敬拜。这秋水姐嘛就讲，请恁吼全家到台北市中安西路吼，这个巷仔当中吼，这真耶稣过来听道理，足奇妙的真理。因为突然会领悟，创造宇宙万物的哦，才是真神，而且道理就开始呢，去甲教会听道理，然后听捌咯，3代拢共教的人。当时阵呢，伫这个淡水河桥卡，台北桥卡啊，我见到这个三重埔的岸边，啊来接受合乎圣经的大水洗礼，叫做真神的百姓。一直到今日，已经50几年，将近60年啊！这罗长老伊厝内面嘛有2位公主后生，因为感念到真神的大爱，所以献身加做真做教会传道者。所以每一个家庭伫信主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多数呢拢有美好奇妙见证。像讲咱教会有一位黄传道，伊伫1936年，伊出世伫这个台湾的这个彰化县鹿港镇的这个轮尾村。伊厝内面有4个囡仔，啊伊排第3个，啊伊细汉的时阵定定破病，啊伊爸母本来是信奉这个民间信仰这神明偶像啦。但是又感觉讲这个偶像是人所雕刻的，无生命，为什么人反倒倒来去求伊帮助求伊拯救？这敢是足矛盾的这个迷信呢？所以伊就渐渐无去相信。当时是真耶稣教会伫1926年对福建传入台湾彰化县，渐渐呢传到这个轮尾村黄家或者冤亲因听了耶稣也信了真道。所以劝勉大家呢家族来信主这个黄传道的老爸确实无愿意呢去信耶稣，只因为讲进入这个教会会堂内底甲看到这个刀椅乌帮到底神伫倒位看无啦，所以心中也充满着矛盾啦。看会到偶像不是神，若安尼看袂到的神，又免去拜伊呢？这时阵呢厝内面4个囡仔。年纪拢轻轻，拢真侪病，足虚弱诶。所以这位老爸认为讲我会找正牌医生，知影医理医术比较妥当，所以定对鹿港
去找医生。找到台中黄团道吼，伊的理解呢，就是伫这时阵，因为医生的这治疗之下，所重病所翘起安尼。伊察觉到讲，这医生呢也毋是神啊，无度来挽回这人的性命。有一天亲戚就建议这个叶老爸吼讲，你为什么烦恼呢？鹿港这样有名的妈祖庙，善男善女，对足远的所在去烧香跪拜，这样济。为什么你无去这个庙仔内面求神明呢？这爸母啦，伊听囡仔嘛，今一再佫失去这囡仔，看见讲村内剩三囡仔，犹原未平安吼，就经过人的建议去到妈祖庙去求神明保护啦。有人咧讲也爱靠神，也爱人的努力，所以足虔诚，伫咧拜。每一个月15拢去到庙啊，添香拜偶像，小囡仔也拢甲大人做伙去，拢穿着足清气的衫，才敢去庙啊去拜神明。但是呢，有效无？无效啊！所以有人建议讲，干脆这三囡仔去互妈祖做义囝啦，因就当得到平安。小囡仔嘛真听话啊，不得不归来认妈祖婆来做爸母啊。总是这三囡仔犹原未得到平安。伫记忆当中，这个黄团道伊知影家己6岁以前未当正常来行路，规工拢倒伫面墙顶。也有人介绍去到王境找这个青梅这个相命仙啊，听讲足灵邪，会当解运，但是去了后犹原无啥物起色啊。甚至呢，有人爱因去认相命仙做老爸，三个囡仔做伊的义囝啦，足奇怪。为了平安，聪明的爸母呢，竟然无厌弃这个目睭明亮的囡仔，互青梅人来做义囝。这时阵这个八节就是讲银票伊价值比较较悬。每一个月这个弘扬金我开未少啦，但是未当得到平安，这是事实，足凄惨的。所以母亲呢，定伫客厅设这个礼案咧求神明，将这个黄团道当作是细汉的时阵抱伫这个椅仔顶，徛伫椅仔的后壁，定一直拜求神明呢，互因厝内面人得到平安，囡仔会当好来养育，读书会当搁较定咧后来呢，第四个这小妹死去四个囡仔当中只剩着伊的大姐以及黄团道伊本身。身为这个爸母足忧愁的，足艰苦的，甚至含饭都食袂落去。这时阵论尾真所到一位长老长老娘是黄家的远亲所以就来探望伊的母亲听到伊厝内面足可怜的祖母，也毋敢马上就甲伊劝伊讲去信耶稣，因为已经有足济遍来回绝伊讲我无爱信只是呢这位长老娘嘛是继续搁较做见证，讲你现在已经无路好行，无啥物路啦。信真所教会敬拜独一真神，这是一条你应当爱行的路啦。感谢天父真神的主爱，拜过这济受罪物件，拢得袂到喜乐甲平安。这个黄家大细细，落尾呢来到真耶稣教会来听道理，来读圣经，祈祷求平安。奇妙的救主呢，伊是活命的源头。全家大细呢，拢奉主耶稣的性命受洗，归耶稣基督，就得到了赐平安的神的恩典。竟然呢，后来又搁互这个黄妈妈，搁生了4个大宝囡仔，一个查某囡仔，哥哥呢拢健康。借着这个见证，更加互咱明白真神的本质，伊是创造万物的造物主，人的身心拢是伊所创造的。伊会当听咱祈祷，来保护咱，互咱得到平安，赐咱生命，甲永远天国福气。今日牺牲呢，就用了人物真神，谈到真神的本质的第3部分的主题来探讨分享。接着今日的思考，真神是宇宙万物创造者甲主宰者的本质，互咱知影讲人类所敬拜所拜有2种，一种是受造的物件，一种是造物的主。
也就是天顶都会真神，万物根源，伊创造了一切。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要入到真神，就要得到平安，福气也的确要临到你。请你到真耶稣教会来查考真理的道，得救福音。互咱来入到天顶的真神，来祈祷天顶的真神，的确当找到天顶永生的道路，今生我苦，来世的永生。希望咱亲爱的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入到真神，就勇敢的来到真耶稣教会来相信主耶稣基督救恩，来体验到真神所赐的平安甲福气。今日活命的食米这单元的喜讯就甲咱分享到这，咱稍等者，过来进行彩色人生这单元，咱大家平安。